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、45节 B， 创世纪29章第9节到14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家里的人。牧师以前在美国牧会的教会里面，有一位同工，他是第2代的台湾人，就是所谓我们讲的 ABT American Born Taiwanese。虽然他在家里都是跟长辈说台语，可是可以想见的是，他的台语都是从美语翻译过来的。他告诉我，他年纪小的时候，有一天跟同样是台裔第2代的人起了一点点口角，他们就在争来争去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等我一下啊，你等一下，我要叫我的好兄弟来。”那台语叫做“我的好兄弟”啊。那原来他想要表达是英文说 "Wait for a moment, I'm calling my good buddy"。当这时呢，当时候就引起了大家哄堂大笑了哈，因为那个好兄弟台语的好兄弟，不但是指着那个我们说的拜把的，另外在台语呢有一个意思就是死人了哈，因为民间宗教在这个7月半都要拜好兄弟好兄弟。最近台湾有某个政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，他非常喜欢跟人家勾肩搭背，然后就称对方是兄弟。这是一个江湖上的一种社交方式，那为了表达自己跟对方有很好的关系，像是自己人一样。雅各在井边，在跟其他的牧羊人一起等候其他的牧羊人到来，准备要喂这个羊喝水。后来呢，这个舅舅的女儿雷杰就带着父亲的羊群来了，雅各就忙着将井上面的石头来挪开，这个动作是为了积极来拉近那个关系。圣经这样记载，雅各还跟牧人说话的时候，雷杰领着父亲的羊到了，因为她是牧羊女。雅各一看见雷杰和舅舅拉班的羊群，就去滚开井口那块石头，给羊喝水。我们想想，雅各大老远从家乡流离失所，到了美索不达米亚，见到了雷杰。第一次见面就如同见到了亲人一样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，然后他亲雷杰，激动地哭了起来。他告诉雷杰：“我是你爸爸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。”当雅各到了舅舅拉班的家后，就是拉班听到他的外甥雅各的消息，就出去接他。他不但以亲吻来表示亲热，也以拥抱来表示接纳。圣经说，雷杰跑回去告诉他父亲。拉班一听见外甥雅各来了，就跑去迎接他，拥抱他，亲他，带到家里。雅各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拉班。这个亲吻的动作是为了要表示跟雅各的特殊关系，因此我们也看到，拉班就跟雅各说：“你真正是我的骨肉至亲。”
雅各就在那里住了1个月。在经文的记载当中，无论是雅各或是拉班，他们的动作就是为了要表示那种亲人的关系，是自己的一家人，即便是第一次见面了。因此雅各也受邀请就住了下来。如同大卫的诗篇也是这样教导告诉我们，在你的殿宇住1天，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。我宁可住在我上帝居所守门，不愿住在那邪恶人的家里。基督徒的终极目标当然就是要住在上帝的殿里。大卫说得明白，宁可住在上帝的殿里1天，也不要住在邪恶者的家里1000日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好弟兄，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他这样说：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当中，第1段有这么样的一句话：我们信上帝，创造、统治人和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他是历史和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和拯救。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，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，成为我们的弟兄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借着他的受苦、钉十字架死、复活，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，使我们和上帝复合。他的灵就是圣灵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赐能力，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，直到主再来。信仰告白说，成为我们的弟兄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这让我们基督徒有机会能够进入上帝的家，成为上帝家里的一份子。耶稣基督非常重视这一方面的教导。他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提到了基督徒的生命要警醒，要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在上帝里面了。司提反在面对审判的时候，对那些审判他的人说：大卫蒙上帝喜悦，就请求要为上帝，就是雅各的上帝，建造一座殿宇。可是后来为上帝建造的殿宇却是所罗门。其实至高的上帝并不住在人所建造的殿宇里面，正如先知所说，主说：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能为我建造哪一种殿宇呢？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我亲自创造的吗？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是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那么我们就已经是上帝家里的人了。因为在主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的主祷文里面就是这样的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因为如此，司提反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说到的，主说：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凳，
你们能为我建造哪一种殿宇呢？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？这一切不就都是我亲自创造的吗？要如何能够进入上帝的宝座，亲近上帝的脚凳，进入他的殿宇呢？司提反说，哪一个先知没有受过你们祖先的迫害？先知们宣告那公义的仆人要来临，接受了上帝的你们的祖先呢，却把他杀了。现在你们竟然又出卖那仆人，杀害了他。你们是接受了上帝法律的人，这法律是由天使所传下来的，你们却不遵守法律。遵守主的诫命，就是进入上帝的殿宇，成为上帝家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。诗篇105篇，你们要感谢上主，宣扬他的伟大，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。你们要歌唱颂赞他，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。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，愿所有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。要向上主求帮助，要时常敬拜他。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，要记得他施行的审判。他是上主，是我们的上帝，他的权威遍及全地，他要永远信守他的约，他的应许达到千代。他要信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守住向以撒所发的誓。上主和雅各定永久的条例，和以色列立永久的约。他说，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，作为你自己的产业。45节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上帝保守我们度过最近的2个台风的侵袭，也保守我们度过疫情再度扩散的情况，能够得到健康。我们也再次将2个失去亲人的家庭交托在主上帝你的手里，求主你赐下安慰与平安，在主的面前谦卑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